如今養老問題令到大家都頭痛，香港藝人亦都係咁樣嘅。喺香港辛苦咗大半世，終於到退休啦，結果醫療資源緊張，又冇人照顧生活，長者心裏邊個個都好焦慮。唔少香港藝人受訪嘅時候，一提到養老壓力，滿臉都係愁容。但係喺呢個時候，信輝康陽突然之間彈咗出嚟，超級霸氣咁講咗一句：只要你係香港藝人或者係對社會有突出貢獻嘅知名人士，信輝康陽養你下半世。而家報名就有機會免費入住信輝，舒舒服服享受6星級退休生活。信輝康陽到底有咩料到呢？原嚟呢度配備咗24小時5G 安全守護系統同埋24小時應急救援團隊，加上專業嘅護理團隊，隨時都可以為住戶健康保駕護航。仲有多位貼心管家幫手安排活動，處理生活所有嘅難題。專業管家都係粵語服務，同住戶交流都十分之愉快㗎。生活嘅地方唔係山卡拉，而係城市中心，樓下就係200萬尺超級大嘅 shopping mall， 游泳池、健身房、KTV、電影院應有盡有，仲有200幾間食肆，2間超級大嘅生活超市，親戚朋友過嚟探你都可以一齊嘆世界。豪華會所裏邊唔單止有超級大嘅空中花園，仲有瑜伽室、書畫室、鋼琴室、手工室，每日都有唔同嘅興趣班，仲有17項康養理療高端設施一應俱全。呢度嘅服務周到又細心，周邊嘅醫療資源都係3甲醫院，仲能夠私人定製你嘅退休住所。呢度邊度係養老院啊？分明就係退休嘅天堂啦！只要你係香港藝人或者對社會有傑出貢獻嘅知名人士，就能夠告別香港養老煩惱。而家報名就有機會免費入住信輝，舒舒服服享受6星級退休生活。不過名額有限，只有5個，報名熱線等你嚟打，嗱臨係我哋啦！